Hello， 大家好啊！歡迎你哋嚟到我 VIP Money Talk 嘅頻道嚇。今日咧，其實我想同大家講下嘅咧，就係我哋加拿大啊，究竟有啲咩嘢保險嘅類別啦，同埋點解咁多嘅移民同埋家庭都會買嘅咧？第一種想講嘅保險咧，就係定期人壽保險 Term Life 啦。Term Life 就好簡單、好平嘅啫，佢可以由最短嘅時間5年啦、10年啦，長啲嘅時間有20年甚至30年都可以嘅。最適合嗰啲家庭係有房屋貸款啦，有啲債務啦，同埋有小朋友嘅。不過要記住啊，喺個定期保險到期嘅時候咧，個價錢係會飆升嘅，甚至可能3倍、4倍，甚至更多添。所以記住一定要提早幫自己規劃幾時轉保啦。第二種我哋要講嘅咧就係終身人壽保險 Whole Life 啦，就保一世嘅，仲可以有儲蓄功能添。部分嘅保費仲可以成為你嘅現金價值啦，可以拎嚟借貸抵押，甚至乎你退休嘅時候可以用到添。月供就會貴少少，不過係我哋長期投資嘅必選啦。第三種要講嘅保險咧就係萬用人壽保險 Universal Life 啦，非常之咁 flexible， 好有彈性嘅，自己可以調校呢個保額啦，亦都可以調校呢個保費嘅，仲可以咧投資啲基金啊、股票啊咁樣去增值自己喺保單入邊嘅現金價值。呢種保單咧最適合嗰啲有投資經驗嘅人士嘅。第四種不得不提嘅保險咧就係危疾保險啦，即係 critical illness。佢唔係人壽保險嚟嘅，但係好多人咧佢會額外購買嘅，因為發生咗癌症啊、心臟病啊同埋種種大病嘅時候，佢就會一筆過免稅咁樣賠錢俾你。加拿大我哋嘅醫療體系係免費㗎。不過佢係唔會包你冇做嘢或者失去工作能力嘅時候賠償你嘅收入損失嘅，到時候就靠佢頂住㗎啦。啱啱就同大家講咗加拿大啊有4大種嘅保險類別啦。咁究竟有啲咩好處先？第一個好處就係免稅賠償啦。受益人喺攞到呢個死亡賠償同埋呢個疾病保險賠償嘅時候咧，佢哋係100% 免稅嘅。加拿大嘅稅局係唔會打你稅嘅。仲有受益人攞到嘅錢係10足10嘅。第二個好處咧就係可以減低遺產嘅爭議啦，因為保險賠償係直接指定受益人嘅，佢唔需要經過遺產嘅法庭，啲錢咧好快可以到手，亦都可以避免咗好多家族嘅糾紛添。第三個好處咧就係可以鎖定健康嘅價格啦，後生嘅時候買就肯定平到笑啦，年紀大咗又或者生病嘅時候先嚟想買，分分鐘個保費可能會升倍，甚至乎未必保噶啦。早買就當慳錢啦。第四個好處咧就係現金價值可以隨時咁靈活咁樣用啦。Whole Life 即係終身人壽，又或者係 U Life 即係萬用人壽嘅現金部分咧，急用嘅時候可以提取啦，甚至乎可以抵押借貸。退休嘅時候仲可以當係被動嘅收入添。啱啱就同大家分享咗幾種保險嘅類別同埋佢哋嘅好處啦。如果你哋都想知道究竟自己適合邊一種保險，又或者點樣可以利用保險幫自己慳稅啦，又或者傳承資產嘅話，記得留言俾我哋啦。下一集可以同你計埋啲實際數字，同埋舉啲例子俾你哋。記得點讚同埋分享俾啲朋友啊！下一集我哋再見啦。